轮回的苦海当中一直不断的在循环痛苦，所以我们能够可以遇到了殊胜圆满的大乘佛法，而修持能够可以即生成佛的大圆满法。只是呢，我们就主要的起心动念是为了一切众生，一切众生因过去贪嗔痴引起的一切造的业，然后不断的在各自痛苦、各自业力的各种的因果的痛苦，所以呢，我们就要为了度化所有一切众生然后今天呢，我们就要在生苦役三门清净的学习佛法、修持佛法为了要度化所有一切众生。那么我们在今天所讲的法，也可以说所听的法，是佛陀八万四千法门之中的非常殊胜的最圆满的法，在大圆满法的前夕龙天上将把尊者的心地，然后在宝智仁波切以慈悲的甘露流露出给众生度化一切众生的缘故呢，就是赐予我们的甘露普贤上师言教。在普贤上师言教当中来说的话，就是有共同外潜心跟不共内潜心当中。那么我们现在所讲的话，就是在共同外潜心。那么在共同外潜心当中来说的话，就是有7个段落中间呢，就是我们现在呢，就是在依止上师的部分。那么我们依止上师的部分来说的话，是现在有观察上师的方面，然后呢，就是第2个呢，就是依止上师的方面。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在从依止上师的方面那当然前面我们就是上个礼拜有揭示过在观察上师的方面，根据的上师的功德是如何去观察同样也是在从弟子自己的角度来说的话，也是要圆满一个弟子的合格的所有的这种要求。当然第一开始接触佛法的时候，那肯定弟子也是没有办法能够可以在圆满以这样的就是合格的要求。但是呢，在接触了佛法、学习佛法、依止上师以后呢，那相当就是一个怎么说呢，那个普通的布或者是一个白色的布，然后染上了颜色，那就它会变成颜色。那本来就是一个白色的布，但是呢，它就是在一旦染色了，那它就是肯定会变成有颜色的。所以呢，就是在一个布染色的过程当中呢，那肯定也是需要很多的过程需要很多的手艺需要很多的条件。但这个结果呢，也会有一些染色染得好与不好的区别，但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变任何颜色，是不可能的事情。就像这样一个修行者一开始接触佛法的时候，你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但是你接触佛法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学习很多佛法。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根本一点点都没有变的情况下，那是完全不对的。那么这是一定是会变，但是变化来说的话，就那能够可以在变化多与少的区别。所以呢，就是根本没有变的情况下，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是有变化的情况下，也是要有变得更好一些，变得更殊胜、更圆满，这就是修持的成就，也是可以说诸佛菩萨的加持。那么诸佛菩萨的加持跟佛法的加持是仍然存在，但是能不能够得到这个加持跟成就，这来说的话也是完全是靠自己的信心跟自己的精进心、自己的努力。最主要呢，就是首先自己的起心动念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自己没有这些想要得到成就、想要得到加持的起心动念，然后就是因为就是相当也是去听课也好，相当也是进入佛门都是凑热闹一样的，变成那种没有想法的一个这样的过程的话，
那就没有什么用，而且也是甚至就是到最后就变得会非常不好。所以呢，这个方面来说呢，大家一定要清楚，而且我们经常也是有在讲，但是也是有一次的，就是特别重视的给大家说的话。那么自己的第一个起心动念修持的过程，各个方面当中呢，都是自己的行为是非常的重要。那个有开吗？有。你改成20，然后在那个最小。好，接下来我们今天要看那个课本的115页是吧？是。你们的课本的是115页嘛，对不对？对。好，那第2就是一直上师的部分。一直上师的方法如《华严经》云：善男者如因自己身体病人想。有许多历史的意义说法，如遭受疾病折磨的病人，医治善巧的名医，行于恐怖路途的旅客，需医治勇敢的护送者，遭到怨敌、野兽等恐怖危害时，对医治解救为难的解救为难的有伴是吧？对。去海中保住取宝的商人，需医治商主。想到达河对岸的船客，需医治舵手。同样，要摆脱生死烦恼的部位，必须医治具有救护力的上师善知识。如云，这个所谓的如云，全部这里面的大部分都是如功德藏里面的。再有一个叫功德藏，在功德藏里面所讲的，如病医亦克医护，故谓医有生医主，诸者医舵手，未生时候当医时。那么这些方面呢，就是后面的这4句是简单的，就是在像比如说那个功德藏里面摘录下来的部分。但是前面我们所讲的全部都是它的解释。解释的部分来说到，我们就为什么要一直上师？我们前面已经有讲一直上师，所谓的上师是什么样子，上师的功德是需要什么样的。然后前面已经我们讲了很多次，就是要观察上师的部分这些各个方面。但这个也是有不同的实践，像比如说一个人根本就没有接触口传，没有接触灌顶的一个弟子来说的话，那么就是一开始遇到上师的时候，必须得要去观察，并不是直接碰到一个上师就像一条就像一个饿着肚子的一个狗然后得到了一个可以马上吃的那个肥肉一样。或者是得到了一个很容易可以吃掉的一个肥肉一样，那么直接就是什么考虑都没有，马上就吃下去的话，那就像那样的情况下，那是不对的。原因是什么呢？就像如果是饿着肚子的很长时间没有吃东西的一个狗来说的话，就看到一个肥肉，那肯定会马上会吃掉的。就像这样呢，就是一个弟子看到了一个上师，就马上就接受灌顶，马上就接受口传这些来说的话，那是不对的。那么最起码要了解这个上师的背景这个上师的传承。那么最起码要知道这个上师是否是一个真正的修行人，这个是非常简单的。那么除了这样以外，那还有一个上师，他有没有在这个显密
像精通等等各种各样的功德跟这些可以有自己有能力自己有智慧能够可以了解的话，就是以这样的观察的能力的情况下去，这些观察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没有的情况下，最起码也是必须得要知道他是不是有传承，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修行人，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上师，这个是最起码的一个要求。所以连这些都没有的情况下，马上接受灌顶，马上接受苦禅，这样的情况下，那么接受灌顶，接受苦禅，怎么就是跟了一半天，然后再的情况下，那是不对的。所以今天比如说在我们在课本里面讲到这样的时候，那是不是重新再观察？那肯定是不是的。如果是再想要重新观察的时候，那就是只有是一个地方。那么如果是一个上师，如果是你观察了医治了半天，然后就是也接受过无数的灌顶，也接受过无数的苦禅，那么你再到了一个中途的时候，再想要去观察的时候，这不叫观察上师，这就是邪见，七邪见，然后造什么业？造就是会下地狱的业。所以这个部分大家也是一定要知道的，因为这个部分来说到就是又不清楚的情况下，到了中间，因为人是什么样的呢？人一开始接触的时候，两个普通的人一开始接触的时候，一开始认识的时候，相互都好像都没有什么意见，也相互都没有什么那种怎么说呢？看得到错误或者是什么，也看不出什么对方的一些缺点跟怎么说呢？他的那个不对的地方。那么就越来越熟悉的时候，就好像越来越发现对方的很多的怎么说呢？不好的行为啊，不对的一些行为等等，就是看到很多对方的缺点，这是什么？这就是因为是一个人的正常的一个反应，是一个众生的话，这就是众生的可以说是一种本能，也可以说是众生的本能，也可以说众生的缺点。也可以说众生本性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这个方面来说到就没有太大的办法所以这些方面来说呢，大家一定要知道，因为在上师与弟子之间的关系也是同样的一开始的时候呢，可能觉得全部都吃掉啊，现在吃啊，好。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好像上师也觉得这个弟子好像行为都非常温和，然后也是蛮虔诚的，很恭敬心，然后就是好像这个弟子是好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他修行也是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修行者。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弟子的行为都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弟子看上师的时候也是好像觉得这个上师一定是有价值，一定是有法力，一定是很有羞耻，一定是很有功德等等的各种各样的想法。那么这些都是一开始的反应，然后到了一个时间的时候呢，肯定会有一些这个弟子业学为什么业不好，然后为什么这个弟子一天比一天有各种各样的变化，跟有各种各样的要求。今天到了中间的时候，自己一点都不学，什么都是要求别人。然后这个弟子对上师也是有要求，今天对金刚师兄也是有要求，对自己就是想不想修或者想不想学，也是看自己的开心与不开心等等。这种的时候呢，就是弟子的这种本性一个人的本性就出来了，他的这个本来的面目就出来了。那么在上师也同样的，就是好像一开始我接触这个上师的时候，上师又慈悲又善良，然后讲什么都是好听的，说什么都是对我的心里有帮助的，而且全部都是法语然后就是诸佛菩萨的化现一样的。那现在看起来越来越这个上师就这么麻烦，又今天这样，又明天那样，那他也会生气，他也会骂人，他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行为。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觉得这个上司会怎么样？你会有这种想法，原因是什么？因为就是在娑婆世界中的众生都会有这种想法。那么就像在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弟子善行比丘一样。好，那这个部分可能是等一下会出现的，我们就不用特别多的解释。
所以跟佛的时间长的时候呢，就是会看到佛的缺点啊。那么这就是所以呢，就是一个弟子真正的想要依止上师的时候，也不能每天到晚黏在上师的身边，那也是要有一个距离，相当的一个距离。主要是你想要求解脱为了要依靠这个上师，想要求解脱的真正的想佛的一个弟子来说的话，距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本来每天到晚黏在上师的身边，而且是离上师最近的这些弟子们，就非常容易造业。因为呢，就是会看到上师的缺点，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你跟在佛的身边，就会看到佛的缺点的情况下，那你跟在一个人的身边，那肯定会看到更多的他的缺点。那么上师就是一个人。那如果是你今天说上师是佛菩萨的化身吗？所以呢，为什么是一个人？就这样说的话也是对，没有什么错。但是如果是你能想到佛菩萨的化身的时候，那你必须得要有自己的内心当中要有一个静观心。你有这个能力的情况下，上师就是佛菩萨。那么你自己是一个普通的众生，你自己心里就是烦恼重重的，用各种的眼光来看，用各种的对策来相比较上师的时候，那么上师就是一个人，而且你的内心的烦恼是多么严重，那么上师的行为也是一样的会那么的怎么说呢，丑陋。所以呢，就是这个方面来说的，必须得要知道，只要是自己要求解脱的一个人来说的话，依止上师也是有必须得要知道，因为已经在在那个经典当中所要求一样的，自己也是必须得要有一定的这种行为，就是距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是距离是重要的情况下，那是不是一年怎么说呢，半年都不去见上师，然后就是要躲得远远的就可以了？那当然不行啊，就不得不见，因为不去见上师，或者是不依止上，不去见上师的话，就没有依止上师的功德，因为得不到佛法。得不到佛法的话，那你就远远的就没有用。如果是躲得远远的可以的话，你内心里面只有信心就可以。那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只要是好好的一心一意的祈祷释迦牟尼佛，再躲着远远的，然后不去找任何一个上师，那也可以啊，因为佛的加持跟智慧都很高，所以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因为我们那个调伏我们自己的内心的话，必须得要有想要一个老师一样的一个善知识来调伏才是可以的。所以这个方面来说呢，大家必须得要。那我们前面没有结识之前呢，就是这个方面首先给大家说一下。自本作人着康中